啱啱抵達古堡，天色咧就突然間暗咗落嚟，下一秒啊，大雨傾盆而下，古堡被雨幕遮住，只剩低模糊嘅輪廓，好似一座被時間浸泡過嘅建築。直至10幾20分鐘之後，雨勢暫緩，我哋先走入城堡。呢座海利古堡建於20世紀初，佢嘅主人係來自於蘇格蘭嘅種植園主兼石礦投資者威廉海利史密斯。當時嘅怡保啊，正處喺石礦業最繁盛嘅年代，大量英國資本湧入，礦業帶嚟嘅財富令到呢一片土地迅速繁榮。海利啊，原本計劃係建造一座帶有城堡意味嘅宏大住宅，設計融合咗英式風格同埋印度工匠嘅元素，甚至啊計劃安裝馬來西亞嘅第一部電梯添。然而啊，喺1926年，海利喺葡萄牙途中咧就因病去世，工程中斷，建築最終成咗爛尾樓。建築嘅牆體並冇完全抹平，部分空間甚至係冇屋頂添。企喺咁樣嘅空間裏面，會感覺到一種好奇特嘅矛盾。一方面啊，係殖民資本同埋礦業財富嘅象徵，而另一方面，佢又係一場未完成嘅個人夢想。英國殖民歷史從嚟都唔係只係榮耀，亦唔係只係悲情。佢既帶嚟咗資本同埋制度，亦深深咁樣陷入咗當地資源開發同埋權力嘅結構之中。如果話流俗地寫嘅係時間點樣喺小城裏面沉積，咁樣海利古堡展示嘅就係繁華點樣喺現實之中停低。